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地理与地理信息系培养着最富有浪漫气息的职业人才。谁没有在童年梦想着探索我们地球的奥秘？谁不想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谁没有尝试过预测天气变化，并梦想改变天气条件？如今，我们院系不仅仅是培养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学人才的场所，也非常重视培养掌握现代信息科技的全方位人才。在学习过程中，您将掌握强大的现代化软件工具，并将之应用于地理和地理信息科学的研究中。地理信息学的全方位分析、决策能力，使解决国民经济中任何复杂战略问题成为可能。在西别列金诺地理活动站开展独具特色的趣味野外教学实践课程，热爱地球科学的院系园丁全力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他们基于自身实践结果，编写富含实际意义的教学书籍，为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地理科学定下基调。目前，我们院系开设6个专业：地质学和矿产勘探，可以使您掌握矿产资源综合研究与开发、地下资源分布地质制图的方法；地理信息系统将教您创建独特的 GIS 项目，学习现代计算机建模方法；宇宙航空制图学基于地图遥感数据，使创建各种数字化平面图、地图、建模成为可能；地理生态学通过使用现代科技评估环境状况，监测自然环境和进行土地资源管理；地理学将有助于从全局出发，了解全球问题根源，解析人口安全问题，并顺便成为旅游方面的专家；水文气象学可以教会您现代水文气象研究方法和使用专业软件进行天气预报的技能。如今，我们院系的毕业生在许多领域都有着极大的需求：旅游业、环境监测、水文气象观测、行业信息系统建模、地球遥感、制图和大地测量建模及其他领域。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激动人心的课余活动，精彩纷呈的竞赛项目，独有的创意活动小组和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所有这些点亮了学生时代，使其令人难忘。我们系的学生总是那么友好而风趣，在地理学度过的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我们院系，研究生课程专门开设了英文教学，在此您将获得系统全面而生动有趣的高等教育知识。带上这些知识，您将能够探索我们周围的世界，超越未知的视野，发现星球的新角落，在信息环境中模拟自然和人造地理系统，令人兴奋的野外实践活动，有趣的国际学生交流计划，广阔的就业前景，独具特色的实验实践基地，才华横溢的教职员工和流淌在血液中的浪漫情怀。所有这些组成了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地理和地理信息系，征服人生的巅峰，收获专业知识的宝藏，结交一生的挚友，与我们共建您的未来。朋友们，地理与地理信息系正在等着您。